09年第5題，咁下邊呢就有一個網絡圖啦，咁有4部電腦 A、B、C 同埋 D， 咁呢佢分別係接住一個集線器一個 hub， 咁呢邊係接住一個交換器一個 switch， 咁而家 A 呢就將啲 data 傳送過去俾 C。問題 A， 咁假設 X 係集線器 ，Y 係交換器啦，咁 B 可唔可以得到嗰啲嘅數據呢？咁當 A send 俾阿 C 嘅時候，會首先經過集線器呢一個 hub， 然後再經過個 switch 先去到阿 C 嗰度。咁答案呢就係呢係可以嘅，因為呢個集線器呢係會將啲 data 啲信息係廣播出去嘅。咁所以同一個集線器呢嘅電腦係大家都可以收到嘅信息。咁第二個問題就係 D 可唔可以收到同樣嘅信息數據呢？咁答案就係唔可以嘅，咁因為交換器呢，佢就唔會將嗰啲信息廣播出去嘅，咁只要跟翻個地址呢，就傳送出去。問題 B， 咁假設而家個交換器同埋集線器兩個對調啦，咁左邊係交換器，右邊係集線器，咁究竟 B 同埋 D 收唔收到個信息呢？咁答案就應該啱啱相反嘅啦。問題 C， 咁假設而家 X 呢個係路由器一個 router， 而 Y 係一個交換器一個 switch 呢，咁 A 同埋 B 兩部電腦左邊嗰兩部係唔係屬於同一個子網絡呢？咁答案就可以 yes 亦都可以 no 嘅。咁如果係 yes 可以嘅話呢，咁 X 係要一個係寬頻嘅路由器。咁但係如果唔可以嘅話呢，咁因為路由器係一個連接兩個或以上網絡嘅設備，咁係網絡之間嘅一個交匯點。咁所以路由器係連接兩個網絡 A 可以一個網絡，而 B 一個網絡。咁你 A 同埋 B 之間可以係喺不同地方嘅，甚至可以不同國家嘅兩個網絡。咁但係如果呢個 router 呢個路由器係一個寬頻嘅路由器嘅話呢，咁佢可以有個交換器嘅作用嘅。咁最後 C 同埋 D 係咪同一個子網絡嘅呢？咁答案呢亦都可以係或者唔係嘅。咁佢可以因為呢一個交換呢個 switch 係將個網絡去將佢擴大，可以連接更多嘅電腦。咁而第二個答案就係呢兩個可以喺唔同嘅子網絡裏面，因為佢如果用咗兩個唔同嘅 subnet mask 嘅話呢，佢就將佢間開咗變咗兩個不同嘅子網絡噶啦。咁或者可以咁講啦，如果佢兩個用咗不同嘅 subnet mask 或者叫網絡嘅遮罩呢，就可以將佢間開做兩個不同嘅子網絡。咁大家之間係可以互不相通嘅。